歡迎繼續收睇《澳門萬象》，我係林濤。路環疊石塘山起高樓事件咧，過去一段時間啦咁似乎咧有啲水靜鵝飛，咁但係平靜嘅湖面下邊，有啲暗藏暗湧嘅味道啊！疊石塘山係咪真係要俾人哋開山劈石起高樓啊？作為澳門嘅市費，路環能唔能夠保得住相關嘅議題啦我哋繼續關注。今日醫務室為我哋點評嘅係澳門立法會議員麥瑞權先生，委員歡迎你。你好。討論之前呢，我哋先了解下啲背景嘅資料。根據工務局提供嘅資料顯示，疊石塘山嘅山腳呢一塊地咧係屬於私有土地，即係俗稱嘅私家地。喺澳葡時代咧已經批出嘅啦，屬於非工業用地，地段裏邊可以起100米以內嘅高樓。樓宇咧容許最高嘅高度係同鄰近嘅石排灣公屋係相近嘅。工務局喺呢個2012年嘅11月批出呢一塊地段嘅圍板工程准照，並於2013年嘅1月批准呢個圍板工程動工。呢件事情咧喺呢個農曆新年之前應該講係鬧得沸沸揚揚嘅咁有一塊私家地喺度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印象會覺得私家地一個買賣似乎都係在商言商嘅問題。咁但係咧佢又涉及一個環保嘅公共利益嘅問題。咁所以第一個問題想問問麥議員我哋點樣去界定呢個公共利益嘅問題同呢一個私家地之間嘅關係咧？咪呢個問題咧，確實真係要討論。係我哋喺議會裏邊咧，又最近立幾個法案啦，譬如舊城改造呢個城規法文遺法土地法咁談到呢個公共利益，大家議會嘅同事都定義唔到，有不同嘅意見。咁300人嘅為之公共利益，定3萬定30萬人咧？咁係咪如果多數人講有民意就要贊成咧？咁如果係有人有提出個觀點，如果有30萬人，我哋澳門50幾萬人啦，就話喂，政府咁多錢分晒佢再嚟過，年年有得收，咁我哋係咪又聽呢個民意去？呢個就係公共利益咧？咁所以帶出個問題就係話，行政主導嘅特區政府必須由政府按基本法去釐定相關嘅問題。以基本法嘅規定咧，喺呢個基本法嘅第6條咧係咁講嘅，澳門特別行政區以法律保護私有財產權。咁亦都喺呢個25條嗰度講，澳門居民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國籍、血統、種族、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同埋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經濟狀況或社會條件而受到歧視。好啦，咁基本法係我哋嘅憲法文件我哋澳門嘅法律咧係絕對唔能夠凌駕基本法。冇錯。咁喺依法辦事亦都係大家社會全澳門人民嘅共識。我哋要政府監督政府係依法辦事，係依我哋共識嘅法律，唔係依邊個人所理解嘅法律。冇錯。咁所以喺呢度咧，公共利益其實喺按基本法嘅規定咧就好清晰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斷章取義咧，就話某一個法律你抽出嚟唔係整體嘅法律幾個條文去考慮咧，我覺得就大家嘅爭拗會不息。咁呢一點放翻喺路環嘅呢件事裏邊係有一個點樣嘅體現咧？譬如如果喺頭先我哋所講嘅疊石塘嘅個案裏邊咧，就以坊間嘅議論，喂，樓高，咁樓高係100米，咁對面南岸就起160米，咁對面南岸係政府地嚟嘅。咁如果呢度私家地，政府地仲可以起高過呢個私家地，咁我又有一個疑問啦。個為之公共利益，咁咩為之公共利益咧？咁而同一區開咗個山做呢個公屋石排灣公屋，咁又同呢度一樣高度，咁又係政府地，喂，唔通政府地有特權咧？可以起高啲咩？南岸160米，咁你話嗰度係100米，我係試圖從一個法律嘅觀點，按基本法咁同大家分享下。喺法律上咧，我覺得就係應該大家依法辦事。咁如果喺呢個另外一個觀點嚟講，你講環保，咁我睇如果睇最近傳媒報道啦，同埋政府披露嘅消息，不過今日報紙都有賣啦。如果個山體嘅開石排灣公屋個山體開得仲大，咁喂，環境嘅無邊界，環境保護人人有責，個環境屬於全世界嘅人。大家睇到最近報紙賣珠三角空氣污染就影響到澳門。咁換句説話，
你係唔可以避嘅。係個環境保護係屬於人有責，環境係全世界嘅人。咁點解我哋嗰度起公屋冇問題？嗰度起就係咁大嘅公共利益有衝突咧？咁因為最主要問題唔喺呢度，係因為係石排灣公屋係通過咗環評嘅。立法會已經討論過，通過環評咁起得啦，即係山體嘅破壞咧，其實我哋通過充分嘅評估咧，唔一定咧就係話對人類有影響。坦白啲講啦，而家我哋嗰5幅地填海，如果嚴格嚟講破壞生態咧，仲嚴重啦。不過一個顯性，你就睇到有個山喺度。如果喺海洋嗰個污染係咪更大先？咁但係亦都唔使驚喎，因為廣東省亦都評估過咧。係呢個填海，亦都係對環境嘅保護咧，喺控制嘅範圍裏邊。因為環保最重要嘅概念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冇錯，只有你個補償機制咧，有解決呢個問題啊。係咁，即係我理解阿麥議員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環保係需要嘅，但係咧都要喺一個可控嘅範圍之內，可以進行一種可持續嘅發展。而且咧，環保嚟講咧，唔單止係對私家地適用，應該對公家地嚟講都要一視同仁啊，依法辦事。咁呢方面咧，其實有一個疑問啊，就係話澳門咧，其實喺環境保護法裏邊係嚴重滯後喎。呢個麥議員係啊，咁呢樣嘢點樣我哋去做翻好咧？好簡單。即係其實任何法律，當佢覺得有需要定個規矩出嚟嘅時候，到出籠咧，其實呢個社會係發展咗，必定都有相對滯後。咁必須咧，我哋要揾翻個立法原意同埋依據，就係科學嘅數據啊嘛。咁喺現階段，你官員行使嘅酌情權咧，其實好簡單咧，就係通過一個科學嘅數據去作決策。而家應該建立一個環評嘅機制。甚至乎咧就係話我哋要加速建立個標準，因為立法需時。咁有個標準嘅時候，我哋對比個標準對我哋有害冇害，就唔好你講一句佢講一句，或者你認為有害佢認為冇害。科學噶嘛，科學只係一個答案。點解我哋唔用個科學嘅數據去作決策咧？咁我哋成日叫政府依法辦事，冇錯。咁嗰頭突然間，我覺得你覺得佢唔好停，因為呢個公共利益。你代表公共利益定50萬人為之公共利益咧？我覺得都係值得商榷。最重要就係依基本法所決定嘅公共利益係乜嘢？即係當然啦，就係以一個法治嘅社會大家用數據說話，大家用呢個法律說話，呢樣嘢可能對成個政府嘅管治同埋佢嘅威信嘅提升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處係咪？我覺得咧呢個只係其中冰山一角嘅話題。以後喺我哋嗰個澳門個經濟急速發展嘅時候咧，城市建設係少不免嘅，都係面對呢個法律法規滯後嘅問題。點解我哋唔快啲建立一個科學嘅數據，同埋政府揾多啲專業團體、獨立嘅第三者俾多啲意見呢？坦白講，如果喺區域合作呢個概念，我哋再諗諗嘅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將我哋嘅補償機制嗰個綠化同周邊互補咧？舉個例，而家我哋嘅雀鳥林嘅雀鳥，而家我哋好希望佢留喺呢個葡韻。咁但係如果橫琴嘅長隆動物園做好，咁佢嗰度都係動物園呢個環境良禽擇木而棲啊！你留得佢住咩？啱先？咁仲有嘅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如果我哋唔全面咁去考慮呢個環境保護，好啦，我就要啲雀仔留喺度咁啦。我哋要反思個問題，如果個禽流感嚟嘅時候，佢離我哋咁近，咁到時真係再有個禽流感嚟。我哋唔要啲雀鳥定唔要我哋成班嘅澳門居民咧？咁大家唔會係有危機感咁長遠啲咁考慮嘅問題。環境係無邊界嘅。總之我哋保留咗呢個物種喺度咧，就唔應該話為我哋局部嘅利益嚟考慮，係整體。再加上你話呢個綠化嘅新加坡一個案例，就係話佢起座樓喺市中心，就大家反對，呢個綠化區。咁但係當佢計劃出嚟起好之後，大家拍掌。點解咧？佢係做垂直綠化同埋天台綠化，咁變咗成個綠化面積咧，仲係大過呢個原來嘅。點解我哋唔可以用一個科學嘅方法去解決我哋而家城市發展嘅瓶頸咧？如果我哋唔打破舊有嘅思維咧，係好危險嘅。好似美國咁紐約，大家話佢石屎森林，大家亦都公認佢係環保嘅先行者。咁佢紐約城市點能夠點樣補償機制咧？點樣中央公園嘅綠化能夠佢製造嗰個氧氣同埋淨化空氣嗰個能力咧，係彌補咗佢石屎森林嗰個缺陷。咁如果你將澳門
我哋唔改變個思維，真係有問題。所以澳門咁細嘅地方擺落紐約，佢成個係石屎森林，但係我哋澳門都算係有花有草有綠葉。咁點解我哋唔用個補償嘅機制嘅概念去諗咧？呢啲係而家現代城市規劃同設計者嘅研究嘅心血結晶嚟嘅。咁再講一個咧，就係話喺呢個互補機制裏邊咧，我哋更加應該咧係用一個更加前瞻性嘅視野，區域合作。而家應該加速立法之餘，更加應該同周邊去講好，譬如鴨涌河治理、橫琴。同澳門之間嘅水域，譬如嗰條大學隧道做起咗之後，嗰度本來就係一個嗰個紅樹林嚟嘅，係咪我可以修復？應該前瞻性去諗呢啲問題。如果唔係咧，你睇就算我哋嗰個雀鳥保護區咧，周邊又係星麗門又咩，已經越嚟越高啦。咁你諗下，如果我哋再到時又見步行步嘅，啲雀仔真係飛晒，真係我哋嘅罪過。所以加速立法之餘咧，喺現階段應該按科學數據去作一個決策。鼓勵官員依法辦事係應該嘅，如果唔係，我哋嘅社會咧係無法可依，尤其是必須大家按照基本法去執行，咁澳門先有明天嘅。好，咁啊多謝晒麥議員嘅精彩點評啊！我哋今日同麥議員探討咧就係環境保護需要一視同仁嘅依法辦事啊，需要咧科學嘅數據作為一個依歸。嗱，呢啲當然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能唔能夠暫且將以上依法辦事、科學數據當成我哋環保嘅第一種層次，必須要咁做嘅，最基本你都要做到呢一點，但係我哋能唔能夠喺呢一方面對自己有更加高嘅提高，或者講喺環保方面對自己有更嚴格嘅要求？因為數據唔能夠代表人嘅感情，數據亦都唔能夠代表人嘅集體回憶。對於路環，大家有感情嘅；對於路環，澳門人係有集體回憶嘅。嗱，數據冷冰冰，但係人嘅感情同埋回憶係有血有肉嘅。所以我哋喺環境保護嘅層次上邊，應該要提高到如非必要，唔能夠咧輕易破壞山體或者陸地咁嘅高度。我哋講下10年樹木，一棵樹可能10年就能夠成材，但係如果係一片能夠為澳門市民帶嚟新鮮空氣嘅市肺，可能就需要幾代人所付出嘅心血先至能夠成立。破壞好容易，但係重建就相當難，而且成本極高。好啦，以上就今期嘅澳門萬象，我哋下期再見。